古人有一句話叫做天地定位，日月行焉，意思係話天同地嘅位置早已固定，太陽同月亮從來都唔會差之分毫。你出世嗰刻，天上嘅星辰點樣排列，太陽行到邊個位置，其實已經悄悄喺你命盤入面寫低咗。古人將呢樣嘢叫做時辰。你出世嗰陣好多嘢都未定，年份、月份、日子都係一個客觀嘅時間點，但真正懂命理嘅人會同你講，時辰唔係用嚟睇你嘅祖宗，唔係用嚟睇你嘅父母，甚至唔係用嚟睇你自己嘅事業，而係用嚟睇你嘅晚年、你嘅子女、你貴谷叔。呢句話就寫喺你出世嗰一刻係天意，亦都係天道。你可能會話命運注定咗，咁我努力做嘢都冇用㗎。其實已經入面有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變異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命係一個框架，後援係你自己行出嚟嘅。時辰唔係話你嘅死期，而係話你嘅天賦、你嘅性情、你嘅節奏。你識得用就事半功倍，你唔識得用，就算手上揸住好牌都打唔出好局。所以我今日要講嘅唔係叫大家迷信幾點鐘出世就注定點樣，而係透過古人精通命理嘅智慧，幫大家認識自己多啲。你知唔知自己幾點鐘出世？如果你知，今日呢條片可能會帶俾你一點新嘅啟發。如果你唔記得，不妨問下你阿媽，因為呢個時辰藏住嘅秘密比你想象中深得多。今日我要講3個時辰，呢3個時辰出世嘅人唔係少年得志嗰種，亦都唔係一帆風順嗰種，佢哋嘅前半生往往平平淡淡，甚至跌跌撞撞，但正正因為時辰入面嘅能量配置，令佢哋越行越順，越老越旺，晚年有財有福，有人同，呢種福氣可以一直延續到老。不過講3個時辰之前，我要先同大家理清2個概念。第一個概念叫做偏財，好多人一聽到偏財就聯想到6合彩、買股票一夜暴富，呢個理解實在太高矮。真正命理入面嘅偏財唔係你正職以外嘅額外收益，而係你計劃以外嘅收入。可能係投資有眼光，可能係副業做得好，可能係有人主動揾你合作，可能係一個意想不到嘅回報。呢種才叫偏，因為佢係你計劃之外、意料之外嘅收谷果。但呢個運唔係偶然，而係你之前種落嘅因，喺某一個時間點結出嚟嘅果。第二個概念叫做晚年富貴。富貴唔係指銀行戶口有幾多個零，而係一個人去到60歲、70歲嗰陣最在乎嘅幾樣嘢。第一，身體仲得唔得？第二，使唔使擔心仔女？第三，經濟有餘唔使睇人面色？第四，生活安寧，冇是非，冇牽掛，呢種先叫做真正嘅晚年富貴。你觀察身邊嘅人，有啲後生時威風八面，到老卻孤零零；有啲前半生默默無聞，退休之後反而過得有聲有色，朋友多，身體好，仔女孝順。呢種差異好多時就係易經64卦入面嘅時辰能量所決定嘅。坎卦講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坤卦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一日12個時辰，每一個時辰都有唔同嘅卦象能量。有啲時辰出世嘅人天生帶住剛卦嘅剛健，有啲帶住離卦嘅光明，有啲帶住坎卦嘅深沉內勢。今日我要講嘅3個時辰分別對應易經3種唔同嘅富貴能量，但佢哋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後勁強，越老越旺。呢3種人通常有幾個共同特質：第一，沉得住氣；第二，好得養；第三，給人貴人。好多普通人嘅養生就係食補食療各種保健品，
日子過得有節奏，唔透支自己。呢啲聽落好普通，但真正做到嘅人並唔多。而呢3個時辰出世嘅人，偏偏天生就帶住呢種特質，再加上後天嘅修煉，自然就行出一條富貴路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第一個時辰辰時，早上7點至9點。辰時出世嘅人，辰喺12地支排第5，對應嘅生肖係龍。你可能會話屬龍嘅人，唔係，我講嘅唔係你嘅出生年份，而係你出世嘅時辰。一個人可以屬狗、屬牛，但如果喺辰時出世就帶住龍嘅能量，呢點好多人搞錯，所以我要講清楚。辰時天已亮，太陽升起，大地剛剛睡醒，已經入面對應嘅係大畜卦。大畜卦上面係山，下面係天生嘅力量喺上面，天嘅力量喺下面，山天大畜，意思就係蓄勢待發，厚積薄發。辰時出世嘅人天生就帶住呢種能量，年輕嘅時候未必出眾，甚至會俾人覺得有啲慢，有啲聾，唔夠醒目。但千祈唔好小窿佢哋，佢哋就好似一座山，外表安靜穩重，內裏其實連藏住巨大嘅力量。佢哋唔會輕易展示自己嘅實力，但一旦出手就好有分量。喺財運方面，辰時出世嘅人有個好特別嘅地方，佢哋嘅偏財運通常喺中年之後先至開始顯現。年輕嘅時候，佢哋可能一直都係做正職，默默儲錢，冇乜特別嘅投資收益。但你去到45歲之後，佢哋嘅財運好似突然間開記一樣。有啲人係眼光突然準咗，有啲人係有貴人介紹好項目，有啲人係之前買落嘅物業突然升值。呢啲都唔係巧合，而係大畜卦嘅能量發揮作用之前積累嘅力量，終於喺中年之後慢慢釋放出嚟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係中年之後？因為大畜卦嘅五行屬土，土嘅力量唔係火箭一下子燒完，而係一層一層堆上去嘅一座山嘅形成，係每一粒沙、每一寸土慢慢累積，經過千年萬年先至成形。辰時出世嘅人嘅財富都係一點一滴累積嘅，但一旦去到某個臨界點，就會好似山一樣穩固，任憑風吹雨打都唔會倒。喺健康方面，辰時出世嘅人通常消化系統比較好，因為辰時正正係胃經當令嘅時候。中醫講辰時胃經當令，胃係後天之本。辰時出世嘅人先天脾胃功能通常比較強，脾胃好，營養吸收好，身體自然健康。你會發現好多辰時出世嘅長者70、80歲仲係面色紅潤，精神奕奕。呢個唔係偶然，而係先天體質同後天保養嘅雙重結果。喺家庭關係方面，辰時出世嘅人有一個好明顯嘅特點，佢哋對家庭好有責任感。佢哋唔係嗰種口甜舌滑講到天花龍鳳嘅人，而係默默做嘅人。佢哋可能每日都唔會講我愛你，但會默默做晒所有家務，會準時交學費，會照顧老人家嘅身體。嗰種實在嘅關懷，去到晚年就會變成最大嘅福報，因為你對家人好，家人自然對你好。你為家庭付出，家庭就係你晚年最穩固嘅後盾。從易經嘅角度，辰時出世嘅人嘅命格入面通常帶住一種龍同畜嘅能量。呢個字出自64卦嘅聽卦，痛亨無咎，意思係持久嘅光芒，耐心等待適當嘅時機，堅持真材實料。辰時出世嘅人生就好似一鍋好茶，第一泡可能味道淡淡地，但越沖越香。第3泡、第4泡先至係精華。辰時出世嘅人仲有一個好值得留意嘅地方，就係佢哋嘅貴人運通常50歲之後特別旺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哋年輕時唔中意佔人，
便宜，唔中意惹是非。人緣好累積落嚟嘅人，默自然就多。到咗50歲之後，之前幫過嘅人、認識過嘅朋友，會喺唔同嘅時候出現，為佢哋帶嚟意想不到嘅機會，可能係一次合作、一個消息、一筆投資。表面睇係偶然，其實都係因果。所以辰時出世嘅人，如果你覺得自己前半生行得慢，冇乜運氣，唔好灰心。你嘅時間喺後面，你嘅富貴喺晚年。只要你繼續做好，自己繼續累積，繼續善待身邊嘅人，50歲之後，你就會進入人生最精彩嘅階段，厚積薄發，圓滿豐盛。第二個時辰午時，上午11點至下午1點，午時12地支排。第7對應嘅係馬，午時係一日之中陽氣最旺盛嘅時刻，太陽升到最高點，天地之間充滿光同熱。易經入面對應嘅係離卦，離者厲也明也。離卦屬火，代表光明、熱情、洞察力。午時出世嘅人天生就帶住一團火，呢團火唔係嗰種亂燒嘅野火，而係好似太陽一樣，有方向、有光芒、有溫度。佢哋性格開朗，思維敏捷，反應快，好魄力。你同午時出世嘅人傾偈，會覺得佢哋好有感染力，講嘢有道理，而且眼光獨到，好多時一眼就睇穿事情嘅本質。但有人會話午時出世嘅人容易衝動，呢個對財富唔係好事喎。呢個講法唔完全啱。午時出世嘅人確實行動力強，但佢哋嘅衝動唔係盲目，而係因為佢哋判斷快、反應快，所以學動自然就快。好多時人哋仲喺度猶豫，佢哋已經出手。嗰種特質喺年輕時可能會因為經驗不足而出錯，但隨住年齡增之，經驗豐富，就會變成一個巨大嘅優勢。午時出世嘅人嘅財富模式好有趣，係屬於波浪式上升嘅類型，唔係直線穩定上升，而係有高有低，但整體大勢係向上嘅。年輕時可能試過投資失利，生意蝕錢，俾人呃過，但每一次挫折都令佢哋學到嘢，下一次就做得更好。去到40歲左右，通常已經累積咗足夠嘅經驗同人脈，開始進入穩定嘅上升期。而50歲之後更加係佢哋嘅黃金期。午時出世嘅人偏財運特別好，因為離卦嘅火有個特性，火要燃燒，一定要依附喺某啲嘢上面。木生火，火要有燃料先至可以燒得旺。呢個特性反映喺午時出世嘅人身上，就係佢哋好識得合作，好識得整合資源，好識得帶領拍檔。佢哋嘅偏財好多時就係透過合作、透過人脈、透過資源整合而出現嘅。易經離卦嘅爻辭講：偷如其來，如焚如死如契如，意思係話離卦嘅火雖然猛烈，但要得到最好嘅結果，就要學習收醒同柔和。午時出世嘅人年青時可能火氣大、性子急，但如果喺中年之後學識收神火氣，以溫和嘅方式待人，福氣就會大增。事實上，你去觀察下午時出世嘅成功人士，好多都經歷過一個轉變，30-40歲嗰陣可能好叻，好有攻擊性，做事雷厲風行，但到咗50歲之後，佢哋會變得溫和好多，講嘢開始有分寸，開始露餘地。呢個轉變唔係變弱，而係升華火從外在嘅烈火轉化成內在嘅暖光，而呢種轉化先至係真正嘅成熟，先至令佢哋嘅人生節節上升。喺健康方面，午時係心經當令嘅時段，屬火。午時出世嘅人先天心氣通常比較好，精神好，思維清晰，反應敏捷。一旦凡事有兩面心火太旺，都可能導致失眠、血壓偏高。所以午時出世嘅人要特別注意養生。用易經入面講：
日中則遮絲，太陽升到最高點就會開始西斜。呢個道理話我哋知，旺盛嘅時候要識得收，忙嘅時候要留一手。午時出世嘅人如果識得收順火氣，控制情緒，心臟同腦血管嘅問題就會大大減少，長壽嘅機會亦都會大增。喺家庭關係方面，午時出世嘅人係家中嘅溫暖源頭，佢哋會帶動每一個人，中意搞家庭聚會，中意帶屋企人去旅行，中意喺節日營造氣氛。嗰種人嘅家庭通常好有生氣，好歡樂，而且午時出世嘅人對朋友好大方，人緣極好。去到晚年，身邊嘅人通常好多唔會寂寞仔女，因為喺充滿愛嘅環境入面長大，會好孝順，好願意親近父母。午時出世嘅人仲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啩，代表光明同洞察。呢種能量反映喺日常生活入面，就係佢哋對投資、對機會、對人嘅判斷，往往比一般人準確。買樓揀好嘢，投資揀好項目，交朋友揀好人，嗰種直覺好厲害。年青時可能尚未完全開發，但隨住年歲增值、經驗累積，呢個能力就越嚟越準。所以好多午時出世嘅人，去到晚年投資回報越嚟越穩，收益越嚟越好，偏財運源源不絕。有人會話，我都係午時出世㗎，但係我覺得自己唔係咁嘅。呢個就係命理嘅整體配合。時辰係一個重要因素，但唔係唯一嘅因素。如果你嘅命格同其他部分之間有良好嘅配合，你嘅能量就可以完全發揮出嚟。但就算配合一般，午時嘅離火能量都係存在嘅，只係需要你自己去點燃。點燃嘅方法好簡單，多做善事，多交朋友，多學習，保持心態開朗。火要燃燒，你嘅善心同智慧就係最好嘅燃料。所以午時出世嘅朋友，你嘅人生就好似太陽一樣，上半場越升越高，中午最猛烈，下午開始慢慢轉為溫暖嘅夕陽，而夕陽無限好，唔係因為佢仲有光，而係因為佢變成另一種美麗。你嘅晚年就係你人生中最溫暖、最富足、最有智慧嘅一段時光。第三個時辰亥時，晚上9點至11點，亥時12地支牌最尾對應嘅係豬，亥時係一日之中最後一個時辰。天色已黑，萬物歸於寧靜，但呢份寧靜之下，其實離藏住巨大嘅生機。因為亥時之後就係子時，子時係新一日嘅開始，所以亥時唔係結束，而係新開始之前嘅關鍵時刻。易經入面對應嘅係好卦，好卦係水，係藏於陰中之陽，中間一條陽爻被兩條陰爻夾住，構成一個珍珠藏於水中嘅卦象。歐卦嘅意思係險，但同時亦都代表隱藏嘅力量、內在嘅智慧、深藏嘅才華。亥時出世嘅人天生就帶住呢種能量，佢哋可能係最唔起眼、最低調、最容易被忽略嘅人。但千祈唔好因為低調就小默。佢哋水有幾種特質。第一，水看似柔弱，滴水可以穿石本性極強。第二，水面平靜，但下面可以暗藏撈橫。第三，水往低處流啊，百川歸海，最終所有嘅水都會匯聚一處。呢三種特質反映喺亥時出世嘅人身上，就係表面柔和，內裏深沉，最終能夠賺取大量嘅財富同福氣。亥時出世嘅人嘅財富模式同前面兩個時辰完全唔同。辰時係厚積薄發，午時係波浪上升，而亥時係暗湧。乜嘢叫暗湧？係你可能喺佢哋身上睇唔到任何富貴嘅跡象。佢哋唔會新車，唔會突然鑄名牌，唔會大肆張揚。但如果有機會了解佢哋嘅財務狀況，你會嚇一跳。佢哋嘅投資，佢嘅資產
往往比你想象中多好多好多。呢個就係坎卦嘅智慧，藏於陰中之陽，財富藏喺低調嘅外表之下，人哋睇唔到，但自己心中有數。呢種發大財嘅方式叫做暗財。暗財嘅人唔會大富大貴到人盡皆知，但佢哋嘅財富好實在、好穩定、好持久，而且因為低調，唔容易招人嫉妒，亦都唔容易因為錢而招嚟麻煩。呢一點對晚年嚟講尤其重要，因為老人家最怕嘅就係錢多嘢。可亥時出世嘅人喺投資方面有住天生嘅優勢，就係佢哋嘅耐性。水嘅特質就係耐性，河流唔會因為前面有石頭就停低，佢會繞過河，慢慢浸，慢慢磨，最終改變河道。亥時出世嘅人做投資都係一樣，佢哋可以揸住一個項目好多年，唔會因為短期波動就即刻放手。呢種耐性令佢哋嘅投資回報率通常非常可觀好多。亥時出世嘅人年青時買入嘅物業或者股票，到晚年已經升值咗好多倍。講到偏財運，亥時出世嘅人有個好有趣嘅現象，佢哋嘅偏財通常係透過水到渠成嘅方式出現，意思係話佢哋唔需要主動去追求，而係將手頭嘅事情做好之後，機會自然就會流過嚟，就好似大自然入面嘅水一樣。你喺地上挖一條渠，水自然就會流過嚟。呢個偏財可能係舊同事介紹嘅一個項目，可能係朋友介紹嘅一單生意，可能係退休之後參加興趣班認識嘅朋友帶來嘅投資機會。佢哋嘅財運嚟得自然，嚟得輕鬆，完全唔使強求。喺健康方面，亥時係三焦經當令嘅時段，三焦主通調水道。亥時出世嘅人先天水液代謝功能通常比較好。水液代謝好有咩好處呢？唔容易水腫，唔容易生濕氣，精功能比較強，而精係先天之本。好嘅人通常精力充沛，骨骼強健，頭髮烏黑。你睇下亥時出世嘅長者，好多70、80歲仲係行得好穩，精神好足，甚至頭髮仲有幾分黑。不過亥時出世嘅人要注意一樣嘢，就係唔好太夜瞓。亥時本身係應該休息嘅時間，如果你係亥時出世，代表你同夜晚嘅能量特別有緣分，但同時亦都話你知，你嘅身體比其他更需要充足嘅睡眠。如果你長期熬夜，你嘅精氣就會慢慢流失，到咗中年之後就容易出問題。所以亥時出世嘅人養生嘅第一條守則就係早瞓。喺家庭關係方面，亥時出世嘅人係家中最溫柔嘅存在。水嘅特質係唔會同你嘈，唔會同你爭，唔會逼你做任何事，但佢嘅關懷同愛護會好似細水長流一樣，擠透到家庭嘅每一個角落。佢哋可能係嗰個默默為你沖好一杯茶嘅人，可能係嗰個記住你所有喜好同習慣嘅人，可能係嗰個喺你最困難嘅時候好出聲咁塞一沓錢入你荷包嘅人。嗰種深藏嘅愛，去到晚年會變成最大嘅福報，因為你默默照顧過人，到你老嘅時候，自然會有人默默照顧你。從易經嘅角度，亥時出世嘅人嘅命格入面帶住福嘅能量，福亨出入冇疾，意思係循環往復嘅力量，通過不斷嘅積累經歷沉澱而完成改變。換句話講，亥時出世嘅人嘅智慧同能力唔係天生就完全開發嘅，而係需要時間去磨練。佢哋年青時可能經歷過唔少困難，但每一次困難都令佢哋變得更強大。去到晚年，佢哋已經經歷過無數嘅考驗，心境變得極之通達。呢種通達令佢哋嘅生活特別安寧，特別自在。亥
出世嘅人嘅貴人運都好特別，佢哋嘅貴人通常唔係咩大人物，而係身邊最普通嘅人，可能係伴侶，可能係鄰居，可能係舊同學，可能係相識幾十年嘅老朋友。呢啲人唔會帶你一夜暴富，但會喺關鍵時刻提供最實在嘅幫助。而呢種貴人關好穩定，好可靠，唔會話嚟就嚟，話走就走。正正係嗰種穩定嘅支持，撐住亥時出世嘅人，一直行到晚年嘅富貴。亥時出世嘅朋友，你嘅人生就好似一條大河，起初可能只係山間嘅一條細流，唔起眼，唔壯觀，但隨住你不斷向前，會入嘅智腦越嚟越多，好到越嚟越闊，越嚟越深，最終流入大海，成為後好多嘅洪流。呢個晚年就係你會入大海嘅時刻，嗰陣你擁有嘅唔單止係財富，仲有閱歷、智慧、愛同平靜，嗰種人生先至係真正嘅圓滿。好，講完3個時辰。我知好多朋友心入面會諗，我唔係辰時出世，又唔係午時或者亥時出世，咁我係咪就冇富貴命？絕對唔係。已經64卦，冇一卦係永遠好，亦冇一卦係永遠壞。每一個時辰都有佢嘅優勢同挑戰。今日我揀呢3個時辰嚟講，唔係話其他時辰就冇富貴，而係想借呢3個時辰嘅特質，帶出人人都可以學到嘅人生智慧。你不妨睇下呢3個時辰出世嘅人有冇共通點，而佢哋嘅共通點正正就係做人嘅道理。第一個道理叫做子而後行，呢個出自易經嘅艮卦，艮其子，止其所也。意思係話該停嘅時候就要停，該行嘅時候先行。辰時出世嘅人明白未到時候就唔會亂出手。呢種耐心同自制力唔係天生就有，而係願意培養出嚟嘅。好多人之所以投資米錢做錯決定，就係因為太心急。如果你可以學習每次做重大決定之前停一停，忍一忍，觀察一下，你嘅人生就會少好多不必要嘅損失。第二個道理叫做明而能合午時，出世嘅人象徵光明普照，佢哋識得將自己嘅長處同別人嘅長處極降。呢種智慧喺現代社會特別重要。一個人嘅力量有限，但如果你識得揾到互補嘅合作伙伴，你嘅力量就可以倍增。所以午時出世嘅人要學識合作，學識信任佢哋嘅偏財運，往往就係從合作入面嚟嘅。第三個道理叫做水勞就下，呢個出自易經嘅好卦，水勞而不盈。意思係話水自然會流向低處，呢個係自然嘅規律，冇辦法改變。亥時出世嘅人之所以能夠聚財，就係因為佢哋將自己變成低處，令財富自然流向佢哋。低唔係卑微，而係虛，係實幹，係唔張揚。你越嘅虛，人越信任你，機會越容易嚟到你身邊。呢個道理聽落簡單，做起嚟卻唔容易，因為人嘅天性就係想出風頭，想俾人認同。但如果你可以克服嗰種衝動，學做一個低調但有實力嘅人，你嘅財運自然會越來越好。第四個道理係養生以時，呢個唔係某一個時辰獨有嘅智慧，而係3個時辰共同印證嘅道理。易經嘅核心理念之一就係天人合一，人嘅身體同天地嘅運行息息相關。到幾點瞓覺，幾點起身，食乜嘢，做乜嘢運動，都應該順應天時。辰時出世嘅人因為同脾胃有緣，所以要注意飲食規律。午時出世嘅人因為同心火有關，所以要注意情緒管理。亥時出世嘅人因為同剪水有關，所以要注意充足睡眠。但無論幾點出世，養生嘅基本原則都係一樣，食得規律，瞓得夠，心情好。
呢三樣做得到，身體自然強健，長壽自然有望。第五個道理都係最重要嘅，一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呢句出自易經坤卦嘅文言，係易經入面最多人引用嘅一句，意思係話一個累積善行嘅家庭一定會有美好嘅回報。呢三個時辰出世嘅人之所以晚年富貴，唔單只因為時辰好，更加因為佢哋一世人都做好事，幫人善待家人。你嘅善行就係存入銀行嘅款項，年青時存落去，晚年就可以連本帶利攞翻出嚟。所以無論你幾點出世，只要你願意做以下幾樣嘢，你嘅晚年一樣可以富貴圓滿。第一，善待身邊嘅人，特別係家人。第二，管理好自己嘅財務，唔好大肆穩健投資。第三，保持身體健康，養成良好嘅生活習慣。第四，學識等待同忍耐，唔好急於見到結果。第五，保持低調同謙虛，唔好因為一時成功就目中冇人。易經嘅智慧從來都唔係淨係俾你算命嘅，而係俾你改命嘅。你嘅時辰決定咗起點同傾向，但最終行去邊個方向係你嘅選擇同努力。抗卦入面有一句君子終日剛乾，直剔若離，無咎。意思係話一個人如果日夜勤勉不息，夜晚都保持警惕同反省，就算遇到危險都冇大問題。呢句說話就係晚年富貴嘅最大秘訣，唔係時辰決定你富唔富貴，係你自己決定嘅。所以如果你今日睇完呢條片之後覺得有所啟發，我想鼓勵你做一件事，今晚瞓覺之前靜靜咁回顧一下自己嘅人生，你做過邊啲重要嘅決定，你有冇善待過身邊嘅人，你嘅身體點樣，你嘅財務狀況穩唔穩陣，然後問自己一個問題，如果我嘅晚年想過得好，我由今日開始可以做啲乜嘢？你唔需要做咩大事，只需要每日做好一件小事，可能係做多一步，可能係同人講句多謝，可能係將一部分錢儲起，可能係每日下嘴做下運動。呢啲小事日積月累，就係你晚年富貴嘅根基。古人講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積陰德五讀書。命係天定嘅，你改變唔到幾點出世，但運係你自己行出嚟嘅，陰德係你自己累積嘅，讀書係你自己努力嘅。呢三樣加埋足以改變命運。所以無論你係辰時出世、午時出世、亥時出世，定係任何其他時辰出世，都唔好放棄自己。易經從來都唔會宿命變則通，通則久。只要你願意變，你嘅命就可以通，通咗之後，你嘅福氣就可以久遠。最後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有道理，不妨喺心裏面默念一句：我晚年安康富足，願我家人平安健康，願我越活越有知，越老越有福氣。用宇宙發出一個信號。易經講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當你嘅心發出正面嘅頻率，宇宙就會回應你嘅請求。祝願大家無論幾點出世，都能夠活出自己命格中最好嘅版本，晚年富貴，福壽萬象。